语天后黄乙玲自8岁就伫北投温泉区的那卡西走唱。1983年，和娱乐大亨杨登魁发掘，并且将伊介绍给台湾歌谣作曲家吴敬怀。1987年，歌林唱片替黄乙玲发行了伊个人的头一张专辑《讲什么山明海誓》。讲什么山明海誓，讲什么永远要做伙。头一届发行个人专辑，黄乙玲一鸣惊人，唱片大红，嘛展开了伊几十年辉煌的歌唱生涯。1989年，黄乙玲伫日本拍了头一支的日语电视广告，同年嘛出版了伊第7张的个人专辑《水破落地海收回》。1990年，黄乙玲除了伫日本已经发行3张的日本专辑，同年嘛伫台湾发行第8张《梦心歌想看卖》甲《春风乱情》。伤心的话，请你藏在你的心肝底。1994年，点将唱片替黄乙玲发行的《受伤的心》专辑，嘛互伊入围了第6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。爱你无条件，爱我用心肝，不管别人安怎讲。1997年，由神采制作替黄乙玲发行第19张的专辑《爱你无条件》，搁一届会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。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但是我无。1997年，黄乙玲除了发行了第20张的个人专辑《爱着才知痛》，嘛伫台湾举办了黄乙玲《爱在台湾人山人海祈福演唱会。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听。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伤。1999年，上华唱片发行的《感谢无情人》专辑，嘛互黄乙玲摕到第10届金曲歌后。感谢无情人，我的伊要来离开，为讲孤单伤心。1999年，上华唱片替黄乙玲发行的《无你的情非》专辑，除了互伊搁一届入围了金曲奖，嘛互伊开始挑战无同款的歌路。哀怨的人生，坎坷的有命，别咱来放开。2002年，黄乙玲甲郭贵宾合唱的《海波浪》，一直到今嘛，永远拢是 KTV 男女对唱的第1名。坚心要甲你作伴，天涯海角。2002年，亚律音乐替黄乙玲发行的《甲你作伴》专辑，除了找来伍雄、张悬、许常德等等的知名创作家，嘛互大家听到黄乙玲新台语歌的风格。黄乙玲搁一届用伊的歌声得到第17届金曲歌后的名号。2005年发行的这条零星的歌，一直到今嘛，拢是每一间电台台语歌点歌排行榜的冠军。同年，黄乙玲嘛受到日本的邀请，担任爱知博览会台湾宣传大使。2008年，由8大娱乐线替伊发行的《讲互家己听》专辑，嘛找来伊的好朋友林慧萍替伊写歌，而且甲伊合唱。黄乙玲搁一届用伊的实力，摕到第20届金曲歌后。有人讲，你若听到伊的声，就会看到心中美丽的所在。2013年，黄乙玲发行了伊个人第50张的专辑《踮在你身边》。这是我真心。
出歌迷熟悉的固定哭腔，在唱腔上做正面调整。他的歌声不只有音源，更有气质，淡雅的表现格外清新动人。